台南新化这间三合院的建筑内，这间厝捌住过一个人，伊守护规个新化。牛道先生伊即个伫咧交巴年事件甲228事件救遮侪新化人，但是即个人煞要防袂记起。时间带走这片土地斗争甲伤痕，煞嘛甲记忆带走啊！牛道医师是日本时代头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台湾人家长。这是伊晚年退休的厝。我印象吼，阮爸爸是感觉是严肃啦，但是对囡仔吼，对囡仔袂啦，因为我很细汉，伊向时差不多算做退休啊啦，所以过来这边我毋捌看伊讲伊伫遮办公的啦，然后就伫遐看房价啦。我所知影的就是伊伫咧较晚年的迄当阵，大概就是拢伫遮教育伊的囡仔，包括客厅遐个桌啊、椅啊，伊拢叫因的囡仔伫遐，伊就甲伊写功课。1915年，新化发生大代志，日本人因为大巴年事件事后报复，拟定屠杀新化重定的法令。迄当年，牛道徛出来，拜托农业试验所所长卡内科修塔罗向总督府求情。1915年迄当阵，其实牛道先生抑阁毋是家长，伊只是一个医生。你知影迄个时阵，大家为着自保，就已经无简单啊。像有法度有迄种勇气，佮帮在地人徛出来。去拜托日本的军队，莫来伤害新化。平常时介意写钱的牛道，伊捌留过这一段话：只要你比日本人写了搁较好，因就会袂记你是台湾人。伫台湾人风打压的时代，牛道不只是一位医师，守护当地居民的健康，而且伫咧后来228事件的时阵，佮安打台湾人的心，保护外省人免受到牵连，互新化会当避免搁一场老血冲突。